What's happening to me? 我終於都睇咗 Disclosure Day。入戲院之前呢，我真係好大期望嘅，但睇完出嚟，我得一個感覺就係極度失望。但係我好奇怪，點解有啲人會覺得好睇嘅呢？我喺 Flash 度攞咗幾個 post， 我哋睇下其他人點講。不過喺開始之前，如果你唔介意嘅話，請你 like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 等我有動力可以製作同類型或者不同類型嘅影片。第一個，佢哋覺得呢套戲評價就兩極嘅，最大嘅原因係根本電影嘅着眼點就係對於人而唔係外星人。第二個 post 就話啦，成套戲裏邊講嘅其實係人類面對外星人，而唔係解密外星人。呢個我都好同意嘅，因為除咗呢啲好零碎嘅片段之外呢，真正嘅揭秘呢就只有最後嗰15分鐘。其實真正想講嘅係人類點樣面對外星人呢？有咩心理障礙呢？人類又會點樣面臨崩潰呢？又點樣挽救呢種崩潰呢？但係呢度呢就有啲奇怪啦，佢乜都賴過一啲，譬如宗教啊、同理心啊等等，但係有冇詳細咁探討喎？呢個位我覺得係做得幾差嘅地方嚟。第三個 post 就話意識入侵同埋控制同埋宗教信仰嘅崩潰，係裏邊都有講到，例如宗教係咪信神就唔可以有外星人呢啲存在論衝擊呢？就或者意識係咪俾外星人騎劫咗，即係神經劫持啦，就等於冇咗自主意識呢？等等。但係喺呢套戲裏邊呢，係完全冇深入咁樣探討過，只係蜻蜓點水式咁樣賴過。第四，呢個人就有少少激動啊嚇，不過佢講嘅譬如話追火車啊、心理攻擊嗰場戲啊咁，其實全部我都好同意。即係我明白荷里活大片咧就梗係覺得冇追逐戰咧就驚觀眾會瞓着，但問題係你追完之後對成個劇情嘅推進咧係零作用嘅，根本完全係多餘嘅。第五個 post 就話佢話睇完戲之後咧就有少少眼濕濕，咁我就唔知佢睇咗咩啦，喺呢度佢冇講到。咁但係我恐怕呢位朋友咧近呢20至30年以嚟咧都冇睇過 sci-fi 嘅電影或者小說，因為揭秘人所講嘅嘢其實係呢20至30年以嚟咧已經講到爛晒㗎啦。最後我想跪求而家嘅導演，如果冇足夠嘅預算或者技術，可唔可以唔好再夾硬用 CG 整動物呢？即係你離遠睇都可以呃到下人，但係一到近鏡完全同真實環境咧係格格不入嘅。總括嚟講咧，睇完呢套 Disclosure Day， 我腦海裏邊淨係盤旋住一個極大嘅疑問，就係到底荷里活嘅 Sci-Fi 電影係咪呢20年嚟都冇進步過呢？定還是係史提芬史匹堡20年嚟都冇進步過呢？我覺得如果你係睇外星人嘅片或者係科幻片，都建議你睇2001太空漫遊或者 Interstellar 或者 Contact 或者 Arrival。就算你翻睇史提芬史匹堡嘅第三類接觸，都好過揭秘人。老實講，揭秘人呢套戲呢，絕對係今年最令人失望嘅爛片，沒有之一。如果各位有興趣嘅話，其實或者我可以整一條片講下存在論衝擊、神經劫持或者費米悖論嘅動物園假說。跟住呢條片因為匆忙得滯，所以簡陋咗少少，請見諒。我係半邊人，我哋下條影片再見啦。